點啊？放鬆啲未啊？成個心情舒服晒啦。咁不如我哋散步返屋企？走啦！過條馬路就係片區全配套，小區仲自帶商業中心，你哋樓盤真係舒服啊！既然咁中意呢度，不如同我做鄰居啦。又得喎，有咩推薦啊？咁就依事啦 ，Let's go！我哋今日睇嘅呢個項目咧，叫做新時代南灣，佢係位於中山南部新城神灣嘅一個核心地理位置，並且去到港珠澳口岸以及中山、珠海都係一個物理中心嚟㗎。小區門口就有主幹道，無論開車、打的的，定係小區門口嘅直通巴，隨時往返港珠澳大橋口岸都只需要半個鐘，而且30分鐘口岸生活圈，便捷生活就好似仲喺香港一樣啊！華發商都、環宇城同山姆任你買，去三鄉嘆溫泉高爾夫，自駕都唔使半個鐘啊！新時代南灣呢度呢，更係神灣嘅文旅中心、行政配套中心以及商業配套中心，吃喝玩樂一條龍。樓盤附近嘅美食，中山出名嘅大網紅麥廣飯都好推薦㗎。大家試過賣魚添，下次記得試下愉景灣海鮮酒樓同埋志龍農家飯店啦！海鮮大餐、農家私房菜、神灣至出名嘅菠蘿宴，真係食過翻尋味啊！鴉髻山就係我哋嘅私人後花園。我哋樓盤係神灣唯一一個背靠國家3A 森林公園嘅大型社區花園，10分鐘鮮養生活圈，唔係開玩笑㗎。快啲嚟同我一齊爬山、摘菠蘿、露營、燒烤啦！過條馬路，神灣中心嘅配套數都數唔晒，街市買餸、食肆餐飲、K 歌桌球、銀行辦事、美容護膚，就算頭暈身慶睇下病啊，都方便到冇得彈啊！而樓盤仲自帶大型商業中心，享受5分鐘繁華生活圈。1+1超市已經開業，永雅美甲美睫皮膚管理都喺度運營緊。從地道嘅早茶到茶餐廳嘅食晏，再到海鮮嘅宵夜檔，美食都係享受唔停嘅。更有麥當勞、瑞幸咖啡、滬上阿姨、華為、小米等片區首店意向進駐。哇，都唔使出小區喎！而且小區仲有最大嘅驚喜，高級會所、高標準泳池同幾十萬尺嘅4季花園，大家夢寐以求嘅公園會所生活喺呢度即刻可以擁有。而家入手仲超級抵啊！新時代南灣依家仲熱售緊唔同面積嘅公寓產品，從334尺至678尺嘅單間公寓，到818尺至893尺嘅一房一廳公寓，選擇超多啊！仲係少有嘅70年產權，同住宅一樣吊打常規嘅40年產權公寓。哇！呢批公寓好有料啊！而且層高都好驚喜，去到3米到3米半，比一般住宅嘅2.8米到3米嘅層高都要闊落舒服。哇！呢度嘅空間感真係好 OK 啊！周末過嚟度假或者同埋 partner 2人世界，太正啦！攞嚟出租或者投資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參考周邊嘅品牌酒店，日均租金200幾蚊，收益非常之可觀。我哋仲會簽約品牌酒店，提供公寓託管服務，大家唔需要擔心出租問題。依家總價先29萬起，就可以入手一套到港珠澳口岸半個鐘嘅優質物業啦。難怪咁多香港業主中意呢度啦！即日起一齊嚟新時代南灣做包租公包租婆，享受稅後收入啦！